比喻句遊戲挑戰。第一回合，青蛙過河，形容速度非常快，像火箭一樣快，形容非常柔軟，像棉花糖般柔軟，形容非常明亮，像天上閃閃發亮的星星，形容非常寒冷，冷得像個電冰箱，形容色彩鮮豔，像金魚的彩旗，形容跳躍輕盈，像小鳥般跳躍。第二回合，串串燒，活潑好動的弟弟像小鳥般跳躍着，真可愛。小狗跑步的速度，像火箭一樣快。白雲的質感，像棉花糖般柔軟。姐姐的眼睛真美，像天上閃閃發亮的星星。今天氣溫只有4度，街道冷得像個電冰箱。嚟緊會有更多適合幼兒同埋低小學生嘅認字遊戲、語文知識嘅部分。如果唔想錯過，記得訂閱呢個頻道啦。